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刻板印象，开出最有生命力的高原之花。好了，我们听听宫巴现在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分享。大家好，我是宫巴。没有想到，我其实也是刚刚才知道，但是我非常幸福，然后我就带着胸口还带着生命之花的标志，我的向日葵，然后能来这里，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带着我自己最爱的音乐，能够跟大家见面，已经很幸福了。然后呢，当然非常感谢浪潮，然后感谢评委老师们对这张专辑对我的认可和鼓励。然后我其实要感谢的名单其实挺多的，我不知道会不会说完，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想感谢我的哥哥Bob，他对我的音乐生涯做出了非常伟大的帮助，谢谢 Bob， 谢谢他的公司圣乐利乐，对，然后我要感谢我的团队，我们蜂窝音乐工作室的金不错，然后崔丹子慈旺两位老师，还有我太太他们的团队尼卡梅斗，然后包括我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N九陈安琪，然后一直对我的事业的支持，还有这次来浪潮，浪潮也在这边怎么说呢？一直有合作的威尔音乐的贺连昌宏老师，非常感谢。然后我觉得我经常会说我自己是在高原上生长出来的一个音乐的花朵，是怎么说呢？是那片高原那个温暖的故乡给了我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加持，才有了今天的样子。然后我很感动，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扎西德勒。谢谢宫巴。